因为客家共建奖 TV 报道了看到是主战国提议出客家田上茶山青果，还是6个将近200种唱片的客家3个台词来比下，是今年3届客家共建奖终身共建奖的得奖人之一。古今年度嘅消息研究客家3个超过60年，来比下嘅日子从来唔是变过，甚至包每日可以办教课出版当多嘅客家3个歌本。本年6年代正係透過口語相傳嘅3個，做得透過文字技術嘅流傳下去。20世紀年輕嘅教學人，無論係字眼、韻味，也係玩戲嘅方式，全部都繞口到動音跳。嚟比下研究客家3個60多年，除了自家創作之外，客家可以辦教研，培養客家多嘅3個人才。1973年開始做體育部客家田壤茶山青果嘅主角老編頭，對保孫老推廣客家3個非常深愛。他到3當年做事嘅呀，就說愛上，他9萬人唱歌，就中華中學，他嚇了一跳哦，好好聽哦，這個社會嘛，你我啲好聽冇聽，你唱緊乜嘅歌呢？就客家嘅3個啊，我就拜託，再唱一遍給我聽好不好？他說你真的那麼喜歡嗎？我說好哦，他就真的再唱一遍給我聽，我就迷上了。客家3個嘅兄妹本來比下安用結婚處係60多年。以前說曹植7步成詩啊，我認為客家人3秒鐘就有歌，它有雙關含義，同字不同音，或者同音不同字的，用這種方式去表達它的意思，所以這個害死我60多年就是這樣。嚟比下從頭攀山個人，萬乃亦可以彈歌，甚至係拜師學唱。不過認為客家3個冇個本倆彈或是夠唱，非常艱辛。我愛學嘅時間好可憐了，你老師怎麼教我，我馬上輸入腦筋，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搞到後代愛書有。隨住後生嘅世界，地廣播電台從世界嚟比下，處理住媒體嘅力量，流向新配組，口語進口3個4口。電台嘅時候工具實用啊，各位鄉親啊，你說他唱3個一簡單但是啊，我冇歌詞咧，你慢研究提供出來，用這種方式去收集所有我們客家錄音家有記憶的東西。我這條路走起來60多年了，實在很辛苦，不過還值得了。對3個嘅消息，保孫都推廣，嚟比下一路行來動感慨。不過，嚟東條自家嘅世界係做得正確嘅堅持，本住每個客家3個做得技術傳承。下正小風寒，專職為林秋玲突然報道。